4月2日大限就嚟啦，對美股嘅影響唔可以睇小。美股呢排走勢平穩，投資者似乎都睇到明確嘅貿易政策可以穩定市場。尋晚美股主要股指有啲回落，但係遠遠未去到經濟衰退嗰陣嘅淒慘樣。標普500指數雖然較2月高點跌咗大約8%，不過過去2日又回升返啦，延續住幾週前從低點反彈嘅趨勢。投資者點解仲咁樂觀呢？第一就係覺得特朗普唔會推行嚴重拖累經濟增長嘅關稅政策，第二就係未見到明顯嘅衰退信號，就唔輕易去壓住衰退風險。第三就係認為更多關於關稅計劃嘅信息可以減少市場嘅不確定性。然而華爾街嘅大銀行就憂心忡忡，就算關稅信息慢慢明晰，市場依然好難捉摸特朗普政府嘅政策意圖。摩根士丹利話關稅嘅不確定性係談判嘅籌碼，不過硬數據好堅挺，投資者嘅謹慎樂觀情緒喺股票同債券市場蔓延，俾市場提供咗支撐。但係都有分析師認為投資者低估咗關稅嘅威脅。高盛預測今年美國有效關稅率會上升15%，就好似加稅俾消費者一樣，會令經濟增長減少超過1%。未來12個月衰退嘅可能性由20%升到35%。而投資者依家最大嘅難題就係搞唔清楚特朗普對關稅嘅真實意圖。如果係為咗籌集收入，推動製造業回流，進口關稅就需要長期大規模存在。如果係為咗令其他國家讓步，關稅可能就係短期嘅。特朗普已經對鋼鐵、鋁呢啲嘢徵稅啦，仲要亂咗市場，但係又2次放棄對加拿大同墨西哥進口商品徵收更廣泛嘅關稅，仲話態度靈活，呢啲嘢令投資者摸唔住頭腦。雖然有人覺得不確定性峰值已經過咗，但係事實唔係咁。關稅嘅不確定性比關稅本身更具破壞性，會令企業推遲投資，損害經濟。白宮嘅政策不斷調整，預計特朗普後續嘅行動仲會引發一段動盪期。